德齐王爷，陈都督特别嘱咐属下，让我等在此恭迎诸位。哎呦，多谢陈都督的好意，多谢多谢。德齐王爷，饭店我们已经订好了，路线也反复挑选过，肯定没问题。德齐王爷，请上车吧。好，上车。那我们也走。那个谁，那个边心过来，看见箱子没有？都给我搬上车。你没听见？这难道不是你该做的吗？好吧。就那一只，你那只手废了，都给我搬上。你干什么？够了，都上车。没说，给脸不要脸。走。爷，犯不着跟那谢大人生气，犯不着。他这就是趁机挑事儿，等这次谈判完了，非得找个机会修理他一顿。对了，可言心，你和瓦格纳来这儿打前站，有没有探听到什么动静？哦，我啊，本打算去陈都督那儿探探口风，结果人家压根儿不见咱们，没办法。也不知道这袁大人到底怎么想的。说什么的都有，有些人说他对唐大人的提案看不上，也有人说他背后有自己的想法。哎，不是我说啊，这唐大人作为清廷的代表，这次的态度也太模棱两可了，真不知道他是咱们的人还是南方的人。他呀，以前可是留美回来的，思想先进着呢。对共和，我觉得根本不排斥，对吧，爷？南方那边呢，有新消息吗？也没有。南方不都等着袁大人回信吗？所以有些代表就先回武汉了，说什么时候有消息再回来。咱们应该快到了吧？爷，咱们这次住的是理查大饭店，是上海最豪华、最现代的大饭店。万国争雄大会，什么东西？爷，这可是现在上海最热门的事儿，是租界工部局主办的，号称是全世界最高水准的搏击大会，听说奖金有1万英镑呢。咱们中国人谁参赛？中国人好像没听说。没有中国人，他洋人大老远跑过来参加一个比赛，闲的没事儿干。所以嘛，我就觉得这根本不是个比赛，就是个由头。什么由头？把参赛各国的公使聚到上海的由头呗。也不知道他们在背地里有什么打算。怎么可能就为了1万英镑？对。想不到租界的人还挺重视我们的。我说王爷，咱们是不是下去说点什么？大人，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在车里待着吧。我看这帮人不像是来迎接咱们的。不迎接我们还能迎接谁？谁还值得上这么大阵仗迎接的？我下去瞧瞧。哎，慢着，还是我先下去看看什么情况吧。什么情况？你安排的？没有。怎么这么多人？
迎接谁了呀？不知道。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这洋鬼子谁呀？这我还真知道，这个人叫乔史密斯，因为块头大，大家都叫他 Big Jaw。 Mr. Smith, we've heard you're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championship.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n today's tournament? Mr. Smith,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coming to China? Are you finding everything comfortable? 先生，万国争雄大会在中国举办，那为什么没有中国选手？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这鬼子还挺狂的呀！看我找到机会，肯定好好教训他。就你教训他，一个胳膊顶你俩，瞧不起我，老子现在就给你教训他去。哎，别惹事了，怎么回事？这个人就是大乔，有名的英国选手。今天是他入住酒店的日子，所以这些记者都来采访他。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这有后门吗？有。赶紧走。好，走吧。走。不知道你们这些护卫是怎么当的，竟让我们走后门，这大清国的颜面都给你们丢尽了，成何体统？外边这么多人，没一个是冲你来的。你在这吼什么呀？两位大人，你们住在410，那个是尊享套房，我们就住在隔壁，也好照应。钥匙给你。爷，咱这边请。这儿一共有几层啊？6层。这房间是这儿最好的吗？算是。什么叫算是？大人，有很多房间都被万国争雄大会的选手一早就包下了，他们都是提前好几个月预定的。我堂堂一品大员，竟被一个洋人踩在脚下，什么意思？况且这4也太不吉利了，这房间我住不了，谁爱住谁住。大人，您知道这410以前谁住过吗？谁呀？美国总统格兰特来上海就住在这间房间。谁？美国总统？那行吧，凑合着住吧。选择这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间房间都有电话，万一发生什么紧急事情，咱们通知起来也方便。甘心啊，这房不够住啊！怎么了？咱6个人，一共4个房间，还有一个客厅。谁睡客厅？你跟斯森吉吉住一间，我跟温狗住一间，爷跟雨初1人1间，这不正好吗？谁要跟他一间啊？哎，那要不我单独睡一间，你睡客厅，怎么样？那怎么行啊？我在海上被风吹得正难受呢，要住也是你住。哎呀，被吹出风寒了吧？哎，这副药给你，快吃了吧。没事我就先上去了啊。哎，爷怎么了？你看，下面就是外滩。都是房子，有什么好看的呀？都是房子，没一栋是中国人盖的，全部都是洋人盖的。行了，别看了，我们进去吧。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不用，你不用担心我。听说这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冰淇淋店。走。哎，吃什么呀？我们才刚到这儿，护卫事务都还没安排好呢。交给兄弟们就行了。不去。
怎么样？已经盯了半个时辰，还没有动静。继续盯着。好。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您的咖啡。你怎么来上海了？没事，闲得无聊来逛逛。你是代表大清前来和谈的吧？看来你身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国家安危皆系于你一身啊。代什么表？我这次来只不过是德齐王爷的护卫罢了。你堂堂贝勒爷，怎么给人当起保镖来了？说来话长啊，我的太子爷。怎么了？没什么，以前的差事没干好，被革职了。神机营都统也能被革？何止啊！反正挺复杂的，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吧。你是惹什么祸了？惹得朝廷不开心了？喂，好，好。怎么了？没事儿，处理点青帮内部的事情。还是挺忙。啊，对了，现在一直在弄的那个万国争雄大会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来？洋人为什么选的地点非要在上海？洋人另有深意，他们想的是，中国以后无论谁执政，他们都能够不受影响的跟中国合作，南方政府也好，清政府也罢。当然，如果能够让一个听他们话的人执政，那当然最好了。你也觉得很过分吗？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八旗子弟，跟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差别。你说我觉得有什么用？我能干什么？崇黎明，你这样，我倒是有点不习惯。你现在给我讲讲，那些参赛的选手到底是怎么回事？住在我们酒店，啊，动静还闹得那么大。今天是他们入住酒店的日子，这不，晚上还有一个欢迎晚宴呢，在理查饭店。摸得挺清楚。我们青帮的总堂就在上海，租界里的事嘛，多多少少总能听到点风声。就是说，晚宴也请你了。嗯。你带我一起去吧。真帅！哎哥，你就带我去吧。你去干什么？不是我跟你说，哥，就那什么狗屁大桥，我一看他我就不顺眼。咱们这次去是干正事，不是去闹事。那肯定不能闹事儿啊，哥。哎哥，我跟你说啊，我保证老老实实跟在你身边，行不行？不对，你今天不是应该去轮岗吗？我跟四三换了。四三答应了？你没跟他说晚上有宴会的事儿吧？那有这种好事，我怎么可能跟他说呀？哎哥，哎，就这么定了啊！出去。
Chinese and dogs are not allowed. 他说什么？他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你他妈找死！疯狗，别跟狗一般见识。 不是说好就你一个人来的吗？怎么又带一个？你这朋友怎么回事？你冷静点，不然不让你进了。我们不会闹事的，放心吧。走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 friends from home and foreign, everybody, good evening. My name is William, and I have the honor of being your host for tonight's events. Now I'll introduce the warriors competing at tonight's All Nations Hero Brawl. 这是谁啊？远东公司代表。 这次大赛就是远东公司主办的，所有的钱都是他们。All of our fighters are world-famous fighters. First, coming all the way from Russia, Ivan the White Bear. Second, the French contender, Prince Pinova. 就这小身板能打？ Everybody, please welcome the American contender, Sam the Colonel. Followed with Austro-Hungary and Italy, Rudolph the Storm and Perfectly. Next, the eye candy of tonight, from Japan, the Red Spider, Miss Yumiko. 女的还能参加比赛呢？你可别小看日本人，能参赛的必有过人之处。And finally, our next contender, the world-famous British fighter known as the God of Death, Big Joe! 这个大乔很厉害吗？听说他拿过几次世界搏击赛的冠军，英国人这次派他出赛，就是奔着冠军来的，想必也是想给其他几个国家一个下马威吧。Next up are the interviews.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each contestant will be limited to 3 questions. Reporters may ask their questions in turn, and we'll start with the White Bear. Hey, you there. You have to wait for your turn. You have to line up. 你看我长得像记者吗？看你干嘛？我就是比较好奇，但是我对他们不好奇，我只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是什么人？我是中国人。那你到这边要问什么？
你们举办比赛明明是在中国，但是为什么全都是洋人，没有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这个没有为什么，没中国人就是没有。原因很简单，就一个，因为你们怕中国人，你们怕中国人来了以后参加了比赛，你们的比赛就全输了，这就是原因。Got a problem? 我当然不服。 You want to fight? 我干掉你，替你参赛，好吧？ Well, you could fight. He couldn't beat you. That was embarrassing. Now that you're qualified, I want to see you lose in the ring. 可以，那爷就代表中国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Wait. Excuse me, sir. What is your name? 额尔吉·崇利明。 Well, Mr. Chong, not just anyone can join our All Nations Hero. All of these contendants paid a participation fee. 10,000 pounds. 和我们。 You don't have to pay it. No one is making you fight. 中
太子爷，你怎么那么关心崇利明？该不会是……你想说什么？没什么。太子爷。 先生，坐吧。是。要不要吃点儿？不用了。那个崇利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这么帮他？崇利明是我一个朋友。当初您让我去北京查莲儿，路上遭人暗算，是他救了我。之后莲儿叛逆，也是崇利明救了我。 你说的救命恩人就是他，是个奇人呢。是。好了，他现在出名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咱们青帮出头帮了他。先生，这个事情我没怪你。这样吧。 你安排个时间，我想见见他。This is the third letter of complaint from the Italian embassy. They wouldn't accept that Anthony will be replaced by a Chinaman. They refuse to let Chong Li-ming participate. Miss Mary? Miss Mary! What did you say? I said the Italian embassy won't let Chong Li-ming participate. They want us to fix this. Okay, I understand. So, what do we do then? If the Chinese want to enter, then we'll just let them. This... Don't forget, we've got Big Joe. We'll beat the Chinese like it's nothing. They won't see what's coming. That's more interesting, right? “歇会儿吧。”你不说我，说你什么呀？我自作主张参赛，你不反对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你能这样，挺好的。我哪样了？你有新目标了。你这样说的，好像我以前没有目标一样。难道不是吗？前段日子你没事可做的时候，简直就跟活死人差不多。你还是有事儿折腾比较好。活死人？有那么夸张吗？人生找不到目标的时候，不就跟活死人一样吗？我知道，前段时间你虽然装作什么都不在乎，可其实你心里特别失落，没事可做，也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好像以前那些活法都不管用了，所以你才会那样。可是现在，你终于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为什么要阻止你呢？我没有失落，我这是为了民族大义，挺身而出。爷，两位大人找您有事，请您过去。你马上给我退赛！为什么？没什么为什么。洋人比赛，你凑什么热闹？谁说洋人的比赛中国人不能参加的？不是叫什么万国争雄大会吗？你还有理了？崇利明，这场比赛虽然是在中国举办，但是背后出钱的是远东公司，协办的是工部局的杨董事，那就是一场洋人的比赛。他们外国人要显摆武力，要拿冠军，就让他们显摆，让他们拿呗。
一切以谈判为重，不要节外生枝啊。那他们来中国干什么呀？要比就滚回自己的国家比，来了中国还不让中国人参赛，觉得我们好欺负是吗？你捣什么乱啊？人家洋人愿来咱们中国玩，他就来咱们中国，他高兴怎么来就怎么来，关你什么事儿啊？亏你是朝廷重臣，你好意思说这种话？佟立明，你可别忘了，这次和谈还得仰仗洋人。你现在倒好，把人都给打了。我告诉你，即刻退赛，给人家赔礼道歉。我凭什么给他们赔礼道歉？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态度，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民族大义，不为百姓着想，所以洋人才会欺负到我们头上来，知道吗？佟立明，注意你的言辞。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可以放弃，对洋人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半份责任都不敢承担，所以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弱，越来越糟。洋人把我们当软骨头。我这次参赛，我就是要告诉所有的洋人，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是这么软弱无能的。你们听明白了？玛丽，怎么来上海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我们走吧。几个月不见，居然在上海见到你，真是世事难料啊！你不是回英国了吗？可上海才是我的家。你呢？听说你现在很有名了。参加了一个比赛，万国争雄大会。哦，这个万国争雄大会是远东公司办的，是我办的。是吗？那我更要参加了。崇立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样做只会给朝廷惹上麻烦的。给朝廷惹上麻烦，还是你担心我赢了比赛给你自己惹上麻烦？还有事吗？没事，我先走了。崇立明，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你好吗？现在这个时局我很清楚，这个比赛我也必定会去参加。如果你真的了解我，你就不应该来劝我，而且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崇立明，是不是我做什么你都非要阻止我不可？当初在英国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这是两码事，你别混为一谈。我针对的不是你，一直都是洋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机在上海办擂台吗？不就是想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吗？之前在四川，现在在上海，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为所欲为，任意欺凌。我告诉你，玛丽，上海虽然是租界，但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我崇立明就不能看着你们这么干，而且，你也是中国人。我不是，我不是中国人。我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是哪儿的人，在你的身体里面流淌着的永远是中国人的血。崇立明，你非要参赛，这后果你担得起吗？我的谢大人呐，现在崇立明可是整个上海滩的大红人呐，连各个国家的大使都知道，尤其是意大利大使。你可不知道他被气成什么样儿。那安东尼可是意大利千挑万选出来的选手，你们就那么不留情面，把人打成那惨样儿。这件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崇立明究竟什么来头？我就直说了吧，他以前是正白旗额尔济市的贝勒，后来在四川包庇革命党，四方乱党头子，被朝廷革了爵位，撤了神机营的职，现在就在我和德齐王爷手下做一护卫。我就不明白，他跟上头有何关系？
此罪，明明可以处斩，可上头对他们实在太过包容了，以致那些革命党可以有机可乘，断不了根呐。革了职也是贝勒出身呐，你们真够可以的，把这么多人全得罪了。哎，不，黄探长，这件事儿你一定得帮我们向各位董事解释，向远东公司说明此事。这是崇利明他个人的行为，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这绝不是大清的立场。是吗？他个人不识大体，是他个人的事儿。哎，我大清可向来对各国都是十分真诚友好的呀。我可以向您保证，到时候他绝不会出现在赛场上。不好办，不好办呐！大家都在气头上。黄探长，您那么大能耐，一定能让各位董事和大人消消气儿的啊！谢大人，你这太见外了。可惜啊，只有一个密码，要不然我也得上台去好好会会那些洋鬼子。哎，你还是省省吧。你要是真去了，那可真就是给中国人丢脸了。哎，说什么呢你啊？有你这么寒碜自己兄弟的吗？这段时间帮里也是议论纷纷，都说咱们太子爷那天可出大风头了，1万英镑，说给就给。这不，咱们青帮都跟着上新闻了。哎呀，以往咱们一直想着和洋人深入合作来着，这下太子爷可把事情弄得太难看了，以后咱们可怎么和人家开口啊？洋人搞这场比赛啊，意图很明显，就是想给中国人一个难堪。我觉得青儿这次做得不错，中国人参赛，青帮助威，这听上去似乎很好啊。哦，是，笼络民心，要比跟洋人合作更有利我们的发展，明白吗？哦，明白了。谢大人以前来过上海吗？有，我还真没来过。感觉上海怎么样？从上海回来的朋友说，这里可是好得不得了啊。说有什么跑马馆，还有夜市什么的。这次一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这都不算什么。哦，这个大上海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呐。是吗？尤其是到了晚上，这10里洋场，白天和晚上根本不是一个样儿。我们这有条4马路，是楼台12，粉黛3000，一点不比你京城8大胡同差，哪里才好玩呢？谢大人感兴趣？哦，没有。这有一个叫叶蔷薇的俱乐部，是这儿最大的会所，寻常华人根本进不去。要不今晚我带谢大人去开个眼？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亲，你怎么来了？我刚从隔壁过来，我家老爷子让我拜会拜会德齐王爷，顺便过来看。德齐王爷肯定没说什么好话吧？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不是挺融洽的吗？怎么这会儿？人总是会变的。他变了，我变了，最主要的是，国家也变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让你退赛，也让我别再唱了。那你觉得呢？你怎么想？还想参加吗？为什么不参加？不能让你太子爷白花钱。那我自然奉陪到底了。我家老爷子果然没看错。哦，对了，他说他想跟你见一面。